OK 咯。A 餐定 B 餐啊？撞石牆，不怕壯烈下場，決不退讓。B 餐俯首做白羊，一世困在牧場，撐遍這兩張，怎麼取向 A 餐雞蛋撞石牆，B 餐俯首做白羊。喂，好敏感喎呢啲話題，可唔可以唔搞政治啊？搞咩政治啊？而家係政治搞我啊！而家日日新聞唔係播白皮書就係播霸住中環，有乜嘢5月35號唔想知都要知啦。吓？我呢啲淨係識打 LOL，仲有睇住啲女仔追韓星咋喎。唔得㗎啦！你過多幾年都20歲啦，你問下我哋班老師10幾20歲嗰時做緊咩？交俾安哥。